日本電影《東京的士回憶里程》改編自2022年法國電影《美好走一回》，由94歲高齡嘅日本國寶級導演山田洋次執導，木村拓哉同倍賞千惠子攜手主演。原作以巴黎做舞台，講述一位的士司機同一位老婦人喺短短一程車入面交換彼此人生記憶嘅故事。而山田洋次就將呢段旅程移植到現代東京嘅街景之中，令城市成為回憶嘅容器，亦令呢一程車化成一次人生回顧。電影入面，木村拓哉飾演的士司機宇佐美浩二，佢年終無休，為咗生計奔波，日夜穿梭喺東京街頭，長年累月嘅勞碌生活早已磨平佢嘅情緒，內心慢慢變得麻木，世界彷彿只剩下一件事，下一位乘客。直到有一日，佢接載一位85歲嘅老婦人高野緊。呢個角色由倍賞千惠子飾演，佢憑日本長壽電影《男人之苦》系列入面嘅阿英一角，深入民心嘅國寶級演員，以極度細膩而內斂嘅演技，演繹一段承載住滿世滄桑嘅人生。高野緊正準備離開住咗大半世嘅東京柴油，前往神奈川葉山嘅老人院，完成屬於自己嘅終活。原本只需要1個鐘就可以完成嘅車程，卻因為佢輕聲提出一個溫柔嘅請求而徹底改變行程。佢希望喺離開東京之前，再睇多一次呢座城市，繞路去幾個一直放喺心入面嘅地方。面對呢份期許，宇佐美浩二並冇拒絕，於是佢以一日陪伴者嘅身份，陪住呢位老婦人踏上一段同過往重逢嘅旅程。一條原本直線前行嘅路，慢慢延展成一趟橫跨東京，回望高野緊一生嘅漫長之旅。隨住車輪轉動，電影亦染上咗濃厚嘅公路電影味道。東京同神奈川嘅城市景致一幕一幕鋪展開嚟，由男人之苦嘅經典勝地葛飾柴又第色天出發，淺草嘅古樸，延紋橋嘅靜物，東京車站嘅莊嚴，東京鐵塔嘅標誌身影，再到橫濱灣大橋嘅宏偉姿態。呢啲耳熟能詳嘅地標，唔單止係風景，更加係日本人集體記憶嘅座標。狹小嘅車廂慢慢成為兩顆心逐漸靠近嘅港灣。坐喺後座嘅高野緊平靜咁訴說自己嘅過往，嗰啲被歲月封存嘅記憶，好似細流咁一點一點湧現，畫面亦隨之切入中學色調嘅回憶片段。1945年東京大空襲，佢失去咗父親。1960年代，佢第一任丈夫一名在日韓國人，參與咗所謂嘅歸還事業，前往北韓，留下身懷6甲嘅佢，從此天人永隔，音訊全無。所謂歸還事業，係1959至1984年之間，日本同北韓喺冷戰背景下合作推行嘅一項政策。表面上呢個計劃被包裝成協助在日朝鮮人回歸祖國嘅人道主義行動，但實際上卻係一場由政治算計同意識形態共同促成嘅人為悲劇。日本政府喺戰後經濟困頓、社會對在日朝鮮人歧視嚴重嘅情況下，希望借此減少該族群人口，排除左派勢力。而北韓方面則為咗獲取勞動力、技術人才同外匯，大肆宣傳地上樂園嘅幻象。由1959年新實港第一艘歸國船啟航，到2007年為止，超過9萬名在日朝鮮人及其日本籍配偶被送往一個佢哋從未真正理解嘅國度，其中大多數人甚至唔識朝鮮語，對嗰個所謂嘅祖國一無所知。宣傳中嘅樂園，最終變成一個無法回頭嘅深淵。到達北韓之後，唔少人被分配到偏遠山區勞動，生活困頓，後悔莫及，卻再冇可能反轉頭。直到今日，仍然有唔少人下落不明。電影入面，高野緊嘅丈夫正正就係其中一人。佢嘅遭遇唔係虛構，而係呢段歷史悲劇嘅縮影，亦係無數被永久拆散家庭嘅真實寫照。然而，高野緊嘅人生悲劇並未就此完結。電影後半段，情緒急轉直下。佢第二任丈夫係戰後日本典型嘅上班族，但同時亦係一名長期施暴嘅家暴者。喺
喺當時嘅法律同社會結構之下，女性幾乎冇可能離婚，家暴亦無處申訴，冇退路，亦冇人願意去傾聽。最終佢只能以極端嘅方式為自己換取自由。呢段情節令成套電影唔再只係一趟溫柔嘅回憶之旅，而係無法忽視戰後日本女性嘅無聲吶喊。作為一位始終執着於要談論戰爭嘅導演，山田洋次將自己對戰後日本嘅深切憂思完整注入呢部作品之中。高野緊出生於二戰結束前5年，佢嘅一生正正橫跨咗日本戰後復興、經濟奇蹟、泡沫破裂以至長期停滯嘅歷程。佢正係山田洋次心中必須被談論嘅一代。2025年係二戰終戰80週年，呢啲沉重嘅歷史重量被濃縮喺高野緊嘅一生入面，亦透過呢趟的士旅程慢慢傳遞俾觀眾。電影彷彿提醒我哋，有啲人生故事往往要到生命即將落幕嘅一刻，先至遇到一個願意去傾聽嘅陌生人。呢份對歷史嘅回望同對人性嘅凝視，令電影超越咗一般溫情敘事。佢既係一堂寫俾年輕觀眾嘅戰後日本社會課，亦令銀髮族喺其中睇見自己嘅影子，讀懂同歲月告別嘅意義。值得一提嘅係，電影入面嘅的士幾乎成為一個舞台，大量車廂內嘅場景並非實景拍攝，而係喺270度 LED 環繞嘅攝影廠入面完成。外景畫面隨住車速流動，燈光精準控制明暗，營造出逼真嘅行進感，令狹小嘅車廂同時擁有話劇舞台嘅質感同現實世界嘅真實性。倍上千惠子嘅細膩，配合木村拓哉嘅沉穩，兩人嘅對手戲溫柔動人。不過電影亦並非毫無遺憾，浩二嘅角色設定相對完美，少咗法國原版司機嘅尖銳同帶刺，令戲劇衝突顯得較為保守。結尾雖然催人淚下，但走向可預期，鋪陳亦稍嫌過長，未能帶嚟真正嘅意外。再加上山田洋次刻意放大情感節奏，同大量弦樂配樂引導情緒，雖然成功催淚，卻亦稍稍削弱咗東方式敘事本應保留嘅含蓄留白。但無可否認，呢依然係一段動人嘅相遇。喺傾聽之中，浩二慢慢打開封閉已久嘅內心，而高野緊亦喺回望之中完成咗同過去嘅和解。呢一日嘅陪伴看似短暫，卻喺浩二嘅生命入面留下咗不可磨滅嘅印記。即使如此，東京的士回憶里程依然係一部誠實而沉重嘅作品。佢用一架的士載住一段人生，穿越城市，亦穿越歷史。當車門關上嘅一刻，旅程完結。而喺旅程完結之時，觀眾亦獲得咗治癒嘅力量。タクシー運転手が乗せたのは人生の就活に向かうマダム。お客さん、行き先は？お伝えしたと思うけど、運転手さんの初恋はどんなだったの？お相手はどんな人？覚えてませんよ、そんなの。あら、つまんない照れてるのね。いやいや、思い出の地を巡るうち、彼女の知られざる過去が明らかに。二度とこんなことさせないから。人生には想像のつかないことが起きるものよ。たった一日の旅が二人の人生を変えていく。今生きてるからこの景色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んです。死ななくてよかったんだ、すみれさんは。そうね、あなたにも会えたんだものね。旅の最後に待ち受ける奇跡とは。東京タクシー。